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您收看10月31早起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咱来来关心这个以色列的军方，伊一昨表示，伫咧攻击这个加沙的时阵，有救出一个和哈马斯投掉的查某军人，也毋过另外一个来参加音乐节的德国女性已经过身啊。即马德国的总理肖兹是批评哈马斯实在是真毋是款，也那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伊是来强调讲未同意停火，因为这款就等于讲是要甲恐怖主义来投降。真欢喜唱歌跳舞庆祝救出一个以色列女兵。以色列军方30表示，在加沙这片地面攻势期间，救出一个在10月7日和哈马斯劫持的情节，是叫做美籍迪西的女兵。אמש בלילה חולצה החיילת אורי מגידיש במהלך פעולה קרקעית לאחר שנחטפה במתקפת הפתע האכזרית של החמאס. הרמטכ"ל וראש השב"כ נפגשו עם אורי ומשפחתה במפגש מרגש מאוד. 不过，军方无详细讲美籍迪西救出的时阵状况。进前，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我表示，透过地面行动，来努力救出200外系情节。只是一个23岁德国籍女子卢克7次参加音乐节期间，和哈马斯拔走。以色列外交部证实已经死亡。Für mich ist diese Nachricht eine, die furchtbar ist. Hier ist ein Mensch auf brutale Weise ermordet worden. Und es zeigt die ganze Barbarei, die hinter dem Angriff der Hamas steckt. 肖兹阁强调，以色列有权保护家己，免受哈马斯这种恐怖攻击。纳坦雅胡是用珍珠港事件加911恐怖攻击来比喻这个攻击，并且表示以色列未同意停火。Calls for a ceasefire are calls for Israel to surrender to Hamas, to surrender to terrorism, to surrender to barbarism. That will not happen. 纳坦雅胡被问到是不是考虑清洗，伊回应唯一考虑的是将哈马斯编入历史的分数桶。这是巴勒斯坦一个自由记者迄条影片显示，以色列战车伫加沙边界附近对一台民用轿车开炮。以军回应，哈马斯伫加沙境内使用民间设备来做军事目的。佮强调3人间保证车顶无恐怖分子。公司新闻单位人评价。另外，咱要来看。观众朋友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咱是继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咱的东部甲北部拢有可能会落大雨。咱来看分图。桃园以北台湾东北部也有东部地区是有局部性的低渐阵雨，也那北部的山区甲东南部嘛是有湿雨。其他的所在甲离岛是侪云好天的天气，也那过到了后，中南部山区嘛会开始落雨。拜三过了后，这雨会落较离。伫拜四开始，天气就会渐渐愈来愈稳定。今仔日北部的高温是22到28度，中南部20到31度，东部是21到28度。提醒大家要来注意，这早暗温差是真大，所以出门就要加套一领衫。民生的消息，咱要来关心的是台电伫11月要来推出新的电钱方案，甲少人用电的时间对9点钟缩短到18点钟。这用电多甲少的时段，一度是差6到7块。就亲像讲，这个做钢铁的等等的行业，若准讲伫少人用电的时阵来作业，就会降低因电钱的成本。也毋过，即马有业者就跳出来表示讲，免讲生产啊，即马就连订单也无，这也是上大的问题。生产螺丝螺帽啊，除了靠人工来控制产线排程，生产的机械其实是真正电，电力需求真大。因应产业需求，台电对11月开始要推出高压甲特高压电力配储生产时间电价方案，鼓励业者多多利用离峰生产来省电费。没有这个诱因了，光靠拍天降吨就在放无薪假的呀，还有什么电价有什么诱因？你是都10块我嘛无落去。业者讲，台电新方案看来虽然有诱因，能降低每个月用电的支出，不过对因来讲，现阶段接无订单，这是上大问题。不过经济部长王美花讲，对多数制造业来讲，好处也是较多。工具机、机械业、铸造业、钢铁还有纺织等等，那他们就可以来
做这样的调整，来降低他们的电费。那我们初估大概是有1.7万的高压用户可以来试用。近期台电对着高压甲低高压电力批次生产时间的电价，对毋是热天的离峰时间是每天的0点到早是6点，佮再来是中昼11点到下晡2点，离峰时间是无连续的9点钟，对这个产业生产的排程是不利的。台电讨论了后，建议出对11月初开始，尖峰时间又长到连续18点钟，离尖峰的电价每一度是差6块到7块。你在夜班算加班，有一些工人是没有办法接受的。自动化的工厂，它本来就是24小时在操作了，监工的时间停下来，然后用利用的时间，那产量又减少。尽管台电推出这阵电价内底继续差上多的时间电价新方案，不过对产业界来讲，全世界时机拢无好，接单的状况也下降，要经由离峰的时段来调整生产的排程，进而降低用电的成本，恐惊这效果真有限。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佮发生什么款的大代志？咱做伙来看报纸的重点。中国时报：诺鲁总统昆洛斯10月时阵才来台湾参加国庆的活动，也毋过回去了后，煞因为国会无信任的投票，互伊落台。即马外界开始烦恼两国的邦交会有变数，也拿诺鲁昨是选出新的总统亚定。外交部是表示讲，亚定进前捌来过台湾几啊摆，会继续甲新的政府深化交流甲合作。自由时报，主计总处今仔日要公布第3季的国内生产 GDP 的数字，预计可能略会减。主计总处也会伫11月底更新因的预测。外界讲，今年咱的 GDP 可能由1.61%降到1.5%。联合报。各大银行陆续公告2024年信用卡的点数回归范围，按算会减少。另外咧，分期零利率的时间也会缩短。也那永丰银行、第一银行，也佮有中国信托，拢宣布讲，超过1档无开卡，也是讲无消费的信用卡，拢会甲伊停卡。中部传出免信用卡的分期诈骗案，即马包含即个逢甲、东海等11间大学，拢总有95个大学生已经来报案啦，而且这人数阁有可能会继续增加。即马3个被告去互人获审了后，其中姓林的负责人是声押禁见，也毋过另外一个姓林的业务，伊是只有限制自己尔。即马检方已经提起控告。最近标出真侪大学生和无卡分期方式来诈骗。根据教育部统计，到即阵总共有11号95名学生报案受害，无排除受害学生的人数也会继续来增悬。希望社会减少一点责骂，和受骗学生勇敢来报案。早起立委甲台湾学生联合会这团体呼吁政府应该建立消费者保护制度。分期付款后，商品的这个金额加计利息后，那总价会高于产品原价的1至2万不等。前几期付款的时候，可能就是零利率，那后期的这个利率是超高。立委指出，最近常出现的5大无卡分期陷阱，包含骗学生签本票，也是销售技术利息愈来愈悬这诈骗的手法。真侪签无卡分期契约的学生，得到销售的利息甲金额拢唔知影，也未少人是因为同学斗相报，拢拖落去这个无卡分期的陷阱。呼吁教育部应该赶紧落实宣导学生反诈骗，另外行政也应该对着无卡分期来建立相关的规范。针对诈欺犯罪的，他要做滚动式修正的侦防策略，并透过跨部会的合作跟公司力的共同协力，达到减少接触、减少误信。台中地检署讲，防具体的3名犯嫌，经过检方核审了后，4期的店员被办交保，姓林负责人甲另外一个负责招待学生的姓林的业务员拢涉犯加重诈欺罪。不过，只有姓林的负责人归案禁见。林姓业务员这部分，则被裁定限制住居。本署今日于收到裁定后，已就林姓业务员被裁定限制住居之部分提起抗告。另外，台中市刑台讲，相关的犯嫌已经执行搜查具体，会继续清查商店营资公司介绍人共犯的结果，来继续追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消息，咱要继续来关心的是，这个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战争是引起各族群的紧张。罗西亚都有一个以穆斯林为主的达吉斯坦共和国，因是有人伫以色列航班飞到位时，冲入去机场闹代志，所以地属机场是随关起来。即马当地政府是来表示讲，目前局势已经有受到控制。真侪民众摕到巴勒斯坦的旗啊、拿花、真主之台，拿甲航校玻璃窗拆掉，走入去达吉斯坦的首都马哈奇卡拉机场。因伫航校内底四界走，拄着人就问讲以色列人伫倒位，惊到要死的机场员工甲因讲，办公室内底无以色列人，遮的暴徒规气冲到飞机跑道去找人，甚至到机场外口去查客机的车辆。遮防空的做法必须当局是集家机场关起来。另外，宗教领袖也出面来谴责。То,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сегодняшней акции, это, конечно, вы искренне говорю, вы ошибаетесь. Таким путем этот вопрос не решается. 位伫国家所地区的达吉斯坦共和国小俄罗斯联邦，民众超过8成是回教徒，真侪人不满以色列对加沙发动战争，造成将近800人死亡。礼拜部分民众听讲有一个以色列航班会降落当地机场，真侪人就去示威。达吉斯坦内政部讲，即阵已经有60人互抓起来。达吉斯坦领袖拜伊也去机场关心，强调会严厉来惩罚暴徒。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是发表声明，要求俄罗斯当局保护以色列公民甲犹太人。也来根据及时的航班追踪的资料显示，礼拜确实有一架红色航空的航班对特拉维夫起飞，伫当地时间暗时7点，加紧降落伫马哈奇卡拉。公视新闻张慧敏编译。以色列攻击加沙地区，即马当地有一间病院也受到严重的破坏。巴勒斯坦民间组织就来表示讲，虽然讲以色列有要求因爱赶紧撤离病院，也毋过伫病院内底有一寡人是无法度刷叮当的。即马当地死亡人数已经超过8000人，这其中大部分拢是查某人甲囡仔。这份救援物资的卡车慢慢开入加沙南部一间病院的停车场。为顶礼拜5接受10台卡车运作物资，而到继续卡车再运物资到位。美联社报道指出，这批33台卡车是到即马为止上大批的物资进入加沙。只是联合国表示，伫加沙真一间仓库，互人创入夺取物资，很多当地公共地区开始崩盘。This is an indication that people in Gaza have reached a breaking point. The levels of desperation, their frustration, their fear, their concern. They have been living under tight siege for more than 3 weeks. Bombardments continue. They have lost so much. 加沙民众无奈表示，人是欠食欠水，也未去抢物资。加沙卫生部表示，战争到即马已经造成超过8000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妇女甲未成年的囡仔。以色列对加沙一间主要病院周边展开猛烈轰炸，造成病院紧急损坏。以色列阁要求病院进行撤离。We don't have the means to evacuate Al-Quds Hospital. We have over 400 patients who are inside the hospital. Many of them are in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Evacuating them means killing them. That's why we refuse the evacuation order. 一个医师指出，加沙病院的医护全工拢在工作，医疗特别崩盘，而且同时也断气。若未马上提供援助，死亡人数会增悬。同一时间，以色列遭到绑票的经济加上，烦恼亲人的安危，要求政府在采取任何行动进前，拢应该优先考虑人质的安全。We are just hoping that Netanyahu and all the other politicians and the people that get this decision won't forget the hostages and will think about them before any decision that they are making. 哈马斯在攻击期间劫持200多名人质，包含囡仔，目前只释放4个人，而且在顶礼拜时表示，以色列空袭造成50个人质死亡。不过这讲法无法度得到证实。外界相信，人质可能藏伫哈马斯企业棚坑内底。公视新闻陈慧仁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款的大代志？咱做伙来看世界。
以色列甲哈马斯继续咧相拍，有外国媒体讲，黎巴嫩真主动的战术，虽然讲有伫叙利亚战斗的经验，也毋过因煞看轻以色列的无人机，所以互真主动付出真大的代价。即马为着要因应长期的冲突，真主动是已经调整边境冲突的模式，希望讲会当降低损失的程度。美国联储会这礼拜会公布新的利息结果，佮加上10年期的现金高利率略有下降，所以美国主要的指数拢有起，道琼工业指数是起超过500点。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李克强10月27享用过身，这几天来有真侪中国人拢去甲悼念，也毋过即马煞传出有人送卡片，煞互警察收去，也有人因为做伙哀悼，互警察带走问话。另外，国内消息，咱要来关心的是，台大病院企业工会表示讲，有护理师来投诉，这台大儿童病院无经过同意，就用训练来做理由，甲占存率较低的这个新生儿科的护理师调去别个单位来支援。即马病院是表示讲，因为少子化，所以新生儿科的病床有减少，才会调人来互相支援，会搁甲员工来沟通。国内欠护理电力无解决，即马更加传出国内病院头叫台大病院和护理师投诉，病院单方面要求占床率较低的新生儿科护理师到其他单位支援。累计今年8月以来，都达到100多工，控诉医方将护理师当作万能的工具人，临时为源头将所欠的人力补齐。其他单位的病头对我们来说是比较少碰到的经验，甚至是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我们没办法能够提供完整的照护。台大病院企业工会甲新生儿护理师共同发表声明指出，台大儿童病院顶日发布交叉训练公告，毋但对实际训练内容一日拢无讲到，佮一摆训练周期达到16礼拜，根本已经轮做无限期之关。批评院方无顾欠人力的核心问题，只是加训练一名新不动调动之事。在不违反劳动契约的情形之下，它要符合劳基法第10条之1的一个调动原则。院方还是跟工会还有护理师可以好好的沟通，那可以减少劳资争议啊。对此，台大病院发声明强调，这摆交叉训练是中等度甲新生儿家护，也是上下游单位的训练，毋望增加对新生儿同情照顾的能力。院方会阁甲单位同仁继续沟通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大巨蛋伫11月就要来进行压力的测试，也毋过即马所有议员发现讲，这厝顶的电火会害球员看袂清楚。另外，这球员休困的所在也无够悬，所以徛起来就会去弄到头壳。另外，这个大巨蛋内底也捡到真侪粪扫，互人怀疑这工地的管理甲安全，所以议员是赶紧来要求厂商爱随检讨改进。真的会吃的，真的会吃啊！那个真的很亮。台北市议员陈优成摕棒球手套伫大巨蛋斗接球，发现除了浅肤色的椅仔有食球问题，厝顶强光恐惊互球员看无球，影响比赛。另外，球员休困室悬度无够，190公分以上的球员伫休困室可能会弄到头，甚至电视荧幕佫会冻掉的，要求晚上检讨修正。确实是比较严重，那不晓得是不是跟大巨蛋它在墙面上也是采用白色的墙面有关系，所以看起来都不太像正常的状况。那远雄还是有他的坚持跟说明不清楚的状况，那实际上的考察有发现这些问题，就应该好好解决。30台北市会教育委员会实际去视察，真侪议员发现问题未少。虽然状况还阁咧修改，不过11月18就要进行压力测试赛，阁开放观众入场。不过到即马练习室拢还未好，洗手间啊分晒规涂骹，还阁有秘鲁官啊出现伫施工现场。烟蒂跟酒瓶是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大巨蛋的这个工程里面哦。这个施工的环境、公共安全，我们必须要尤其特别的来重视。这些建议我们都已经把它全部录案起来，然后会条列式的列出来，那会转支给这个远雄请他们去做改善。另外，也有议员提出要做满意度调查，体育局表示，11月份测试赛会邀请所有议员参加，嘛会邀请远雄做满意度调查。针对议员的建议，会要求远雄改善，绝对袂放水。远雄嘛回应，各项意见拢会一项一项检讨甲改进。记者综合报道。
那边合作头一届政党的协商是由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也有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哲来出面，因提出4点声明。也毋过外界也来关心讲，这在野上强的总统人选到底是虾米人会出来咧？因两人是拢强调讲会赶紧找好友谊来讨论。也若民进党是积极那边赢协商，是咧分政治的利益，做互中国欢喜尔尔。请两位党主席来握手。秋第二，那边展开头一摆政党协商4大共同声明，要进行台湾第3波民调改革，两化人员政策等未来发展共识，强化国会功能。总统应该去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国会协助上大化，两党互相支援，也过外界相关注的，也是在野上强总统候选人安全3星。我们必须要由包括朱立伦、包括柯主席、包括侯友宜，我们在内，我们尽快的坐下来就这个总统大选的第一个从组合到共同的目标，我们尽快的来定案。我们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嘛，所以刚才朱立伦主席也讲嘛，尽快3个人坐下来谈嘛，只要是一个公平的、公开就是然后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比赛方式。那当然，我们就既然要合作，我们还是尊重对方的意见。传出郭文哲离高先甲过台面见面，郭文哲无放人，在一处表示要团结一切会当团结的力量。侯友宜也强调，总统这一局未无出席。我在这一局的总统以及政党轮替，我不会缺席。侯友宜出席观光业者阐述，讲观光政见呼吁政府应该赶紧放令禁团令。颠倒是民进党看那边政党协商，赖清德兼办总干事潘明安讲，那边联姻变作是派系团平，那因为理念职务分配，那不是都是权力分赃。我想国人已经看了这个很不耐烦的，把这种权力的分配作为彼此政党合作的基础，那未来是国家的灾难。所以我个人看这一场蓝白联姻会是一场政治的仙人跳。未来总统敢是去国会进行国情报告，潘平安表示，赖清德是无拜贴国情报告，也毋过敢要进行一对一询答，是尊重国会。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即马要备予台湾108台 M1A2 的战车，伫明年头一批38台就会到位。也若咱国军是打算要起45座战车的掩体，原本预算是9亿，也毋过即马包商煞跳出来讲爱17亿才做会出来。国防部长邱国正是跳出来回应讲，会提出其他的方法来解决。国军强化地面作战能力，向美国买108台 M1A2 战车，头一批38台预计明年都会来台。恐惊面临车保不足，出现战略保存的分销，因为国军战甲车是放伫室外，欠控制设施，真歹挡强军的第一击。对此，国军规划兴建45座战甲车掩体，原本预算9亿，也毋过设计承包商煞要求提悬到17亿，那无只会当完成20座，专案目前无法度招标。推动是有困难嘛，有很多实际的问题，缺工缺料，还有的其他很多因素。那国防部也关克服，不能讲说完全这个就停顿了。但是要推动工作的话，总有方法，分批的、分年的，还好就像我们平常有掩体也是可以用的。为了应对中共无人机侵扰挂离岛，国军买无人机甲研发反制系统，陆军也拟定3大关键，部队会当优先用枪，也毋过爱评估射击范围，敢有飞行器，无人机角度点，敢是伫海上3公里内，敢有船只顶，若有安全顾虑，才会当用干扰枪反制，不过将反驳，安尼会白卡白手。那既然来犯，就代表没有好意嘛，没有好意，我还在考虑什么会打到海里面去，这个。哎呀，这样的话绑手绑脚工作做不下去。两化危机对立局面，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启航时节，欠亏到当阿伯堡，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杰3日出席北京香山论坛，强调无论什么人要将台湾为中国分裂出去，中共军队绝对无答应把被手软。无论谁想把台湾以任何形式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军队都绝不答应。绝不手软。听习近平的嘛，对他整个构想大概是军事都是支持国家战略嘛，因为目前他已经成立一个好像常态了嘛，常态在里面有小幅度调整，这就我们平常国军在关切的。
胡国强表示，中共对台威胁常态化，不受人权实际影响。中国国家战略无变，军事战略就未变，国军会继续掌握中共特情。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来推广全面的国防教育，英民英冠的基金会是来推出台湾头一本带囡仔熟悉军人的绘本。这个古锥的图，也有简单的内容，让囡仔会当自细汉就了解军人，接受国防教育。海军舰队伫台海前线组织强军的船只来唱花，用简单的文字加上趣味古锥的插画，囡仔也拢看有，了解国军保家卫国日常。英明英怪基金会甲民间业者合作，推出台湾头一本熟悉军人的绘本，用半年时间实地走访三军的野区，访谈现役的军人，让囡仔更加熟悉这无名英雄，对国防教育向下扎根有帮助。基金会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就两个原因，第一个是跟国防部、教育部一起推广国防教育，第二个是让社会知道荣民北北不是你想象的这样哈。如果我们可以例如说战争来的时候啊，懂得先躲起来，或是帮军人做后备，帮他们做一些加油。那这个观念如果可以从小孩子开始扎根的话，那我相信我们台湾会非常棒。英民英冠基金会希望经由绘本有关国军甲民众的距离，现场来真侪军官甲英民，除了为现役军人讲这训练甲救灾心路历程，已经做25年以上的英民杨先生是绘本的主角之一，唔但分享做兵的经历，讲到国军近年来慢慢受到民间的重视，是真有感觉。我退伍下来之后，我对社会依然有一个牺牲奉献的责任，所以我毅然投入志工单位。几乎快2天2夜没有睡觉，2天2夜。那当时还是下着大雨，一样背着物资。当你看到灾户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很感动。至少我们的付出有了回报。国防部讲，国防教育绘本推广计划会使让大人甲囡仔了解支持国防，加做国防建设的后盾。国军也会用行动来守护台湾的民主自由。记者综合报道。桃园有一个查甫人，伫去年12月的时阵，因为食酒赛车，结果去弄到抽水的莫达，警方是照公共危险罪来甲起诉。也毋过，这个查甫人是强调讲，伊根本都无啉酒，这是因为伊是用某一牌子的氯翠水，才会有酒精的反应。即马法院伫咧审理的时，是现场要求伊搁再录一摆，结果真正是超过标准，所以落尾是判伊无罪。车祸事故检方接到报案到场，先进行搜查。桃园一名细过查甫人，去年12月暗时刷车弄到抽水莫达，酒测达到0.58毫克。细过查甫人讲无啉酒，是使用有酒精的氯翠水。听到会不会觉得还蛮讶异的？对，真的。哦。警方认定涉及酒驾，移送地检署侦办。细过查甫人方以公共危险罪嫌起诉。不过桃园地院审理了后，针对细过查甫人主张，依照相关证据调查的结果，未当排除被告伫酒测进前有使用含有酒精成分的氯翠水录取的可能性，所以法官要求同款的氯翠水、同款的酒精测试器当场勘验。细过查甫人酒测代是0，使用氯翠水了后3分钟，佮使用矿泉水氯翠，酒测代是2.12毫克。被告在接受酒测的时候，有可能因为使用含酒精成分漱口水，漱口的结束时间还没有达到15分钟，导致检测所得数值超标。但伊表示，以检察官所提出的各项证据，形成有罪明确性不足，应该提出实质举证，所以判被告无罪，专案由原会当上诉。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表示，每年军公教人员会加薪4%，也若台湾银行、土地银行、甲华南第一银行等等，也会起薪水4%到5%。另外，主计总处也讲，准备要甲退休的军公教人员来调整过退的金额。进前行政决定，年前298亿预算替军公教加薪4%，好真侪上班族是真心酸。即马财政部长曾翠云也伫立法院表示，8大公股民营航空每年拢会加薪水。公股航空要加薪，预计加薪的幅度
你认为要落在多少？目前就我们所知哈，公股民营的银行目前来说，他们的加薪的幅度大概在4%，所以有一些必须要经过他们的董事会通过。国营的部分当然因为他们也在计算相关的数据当中。曾翠芬表示，每年除了台银、土银两间100%挂股银行，亲像华南一银、合库等公共银行会调薪4到5%。调黄金已经宣布通过加薪4.5%，加薪的幅度超过公务人员。那加上考绩甲升迁晋升，每年整体加薪的幅度有希望超过8%。只是每年军公告调薪4%了后，退休的军公告月退金是不是对咧调悬，也引起大家关心。退休的军公教人员也会有适当幅度的调整，是不是？宽列金额是44亿元，将来如果委员会做了决定，我们就会按照那个支付。台铁做的是国内贫富差距已经创10年来新高，虽然薪水调整也是接袂到物价起价。主计长朱哲明认为，若要改善贫富差距，都要透过社会福利支出，所以社会福利支出预算为4600多亿增加到7130亿，成长17.5%。记者综合报道。内政部公布，咱国内上接出现的名，其中这查甫号做加号的是上侪，也那查某是淑芬上侪。即马流行的这个查甫号名，第一名是温室，也那查某是品言。其实都有家长来表示讲哦，会尽量避免这个菜市仔名，总讲一句好听好记就对啊。伫街路上唱歌讨糖啊，囡仔精心变装打扮，环境万圣节。不过，即阵家长拢替囡仔安怎号名咧？根据内政部户政司统计，民众定来看名前3名，男性是家好上多，佮再来是志明建宏，女性是淑芬第一名，佮再来是淑慧美玲。我们那年代就是秀啊，什么黑猪啊，什么宝啊，男生大半都是比较。那个什么尾啊，什么那个墙啊，什么这样啊。我自己名字我觉得也是蛮菜市场的名字啊，对啊，对。方便讲。我志伟会啊，或是什么星啊之类的啦。我的名字是我妈直接取的，没有算命。好听就好。对啊。全随世代无同，号名情形也有所变化。新世代定来看名，男性前3名是温秀、尤婷、朱瑞，女性是品言、依辉、吴辉。不过，甲以往定来用的算命号名，部分现代爸爸妈妈反倒希望囡仔的名卖收菜市名。就是尽量也要避免菜市场名字，好记就好，然后笔画不要太多，重点，因为他们以后可能写名字也会造成他们的困扰。查一下笔画，然后再自己翻书找喜欢的字，因为算命的话就很容易会菜市场名。有部分新世代父母讲，像温室品言，亲像艺人的名，也是以好听、好记、好写为主。记者综合报道。其实咱社会上一直拢有真侪家庭的照护者，因为无人通退休，所以就无法度休困。即马民间团体是推出创新的互助休喘的试办计划，2个人做伙来照顾4个到6个人，毋但是会当轮流来休困，也会当解决骹手无够的问题。欢喜甲查某囝抬杠，社工也伫边啊互助协助。今年88岁的妈妈中风了后，引起血管性失智症，佮因为欠外界刺激，病情渐渐恶化。原本是一专心照顾母亲的林小姐，虽然有需要的时会申请休喘服务，也毋过家己一个照顾的压力，也是互伊真歹休喘。一直到报名使用互助休喘服务了后，才互伊知影照顾原来会当安尼做。人力算很足，然后而且比如说这几个长辈来讲，今天轮到你帮忙顾，然后明天换帮忙顾，这样子好像我多了一些家属在帮忙一样。目前长照2点控，伊对伊居家休喘，一天上侪申请10点钟，政府负担3850块。也毋过中介收入甲一般户民众，逐个月也是按依照使用照顾服务项目，有5%到16%的自付额。佮因为照护员人力食来，加上有一寡家属无放心省钱等因素，使用率偏低。即马民间团体推出的互助休喘试办计划，由一位专业照护员搭配一位照顾者志工照护员，以2对多照顾策略，一摆照顾4位至6位适龄失智还是身心障碍者，佮一位照顾者志工，只要照顾1天，就会当换2天的有药休喘。是鼓励家庭照顾者出来预约换工、预约喘息，然后他们跟一位
照服员搭配，然后也可以透过这种人力的派遣和媒合调节，可以达到真正可以喘息的机会。陈建良表示，合作休产除了解决照顾护肤人力不足的问题，也希望家庭照顾者行出孤立，透过同齐合作，会当安心交接，也会当增加照顾者甲被照顾者社会参与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全球拢已经进入高龄化的社会，即马咱失智症的病人也是愈来愈多啊。伫咧瑞典就有一间养护中心，伊是设一个假的公车牌啊，要互失智的居民转换情绪，来帮助因恢复平静。加利斯德哥尔摩西南方的南泰利耶市一间养护中心会发现这个走道真无平常，表示979路线的公车站牌挂悬悬。养护中心解释，这是专门为原来失智者设计的公车站。Det här är vår busshållplats. Den kom upp här för 4 år sedan ungefär. Och tanken är att den ska användas för att avleda våra boende. Så vi har en bänk där vi kan sitta och prata. 定陪伴失智居民伫假站牌等公车的外保哥讲，病人会因为焦虑的情绪刷插袂转去，就着陪伴等公车的时，抬杠讲话会转移长者的注意力，帮助因恢复平静。外保哥讲，多数的失智长者会伫无闲的时阵出现伫公车站，焦虑程度较悬的居民一工甚至会来几下抓。Man packar ofta sina resväskor. Och då blir det här automatiskt ett bra redskap för oss att kunna avleda och kunna sätta sig och prata om resor, vart man har arbetat någonstans, vad man ska äta till middag ikväll. 德国一间养护院伫2008年首先采用假公车站的做法，真侪原本因为不安煞死过走的失智居民，看到站牌了后，就会停落脚步，减少住院事件的频率。外保局为居民的体验情况观察到，伫熟悉周边甲人对话，确实会当舒缓失智症病人的焦虑。Först när jag nämnde idén så var det många som tyckte att det var en ganska lustig idé. Men sen när vi väl hade satt upp idén och man ser att den fungerar så märker man att det är en bra idé. Det är ett enkelt redskap, någonting som alltid finns här. 荷兰养护机构也运用同款的做法，帮助失智长者为熟悉记忆稳定情绪。荷兰阿兹海默学会甲国家铁路局合作的怀古旅游车厢，伫壁面放的火车桶装大银幕，播放实景的走马影片，营造坐火车旅行的体验。伫荷兰弗雷欧佛弗拉凯岛的养护中心，居民多数是退休渔民，则有一只甲实际船身同款大的互动船，放渔船的摆设，驶船的时，拿观赏海景，搭配音乐甲海鸟等声音，帮助失智的转换居民，唤起伫海上的人生记忆。广西新闻张淑芬编译。当来看咱家己泡主持的第一市场，伫1986年改建了后，这个市场就豆豆啊愈来愈无人啊。当来遮故乡的少年人是惊过去的记忆会消失去，所以举办了市场的导览活动，希望讲会当互人重新认捌这个旧市场。一个泡主市场打开始进前，泡主的市仔是这边卖鱼仔，这边卖饭条。活动主持人带民众伫第一市场内底行踏，透过高楼伫遮的广告招牌，了解到这栋市场内底过去的历史甲生活，而且搁伫市场的厝尾顶举办活动，一寡头一届来踅市场的在地人嘛感觉真新鲜。无来看过，感觉讲阮泡主在地足侪物件的，路啊，迄个景色拢足水的啊。1905年有这个菜市啊。76年改建完，甚至周边的店家的大姐，伊遐开店，而且出事比较大汉，都唔捌起来这个菜市啊买啦，所以即马有这个少年的要来办这活动，阮全力甲支持。当来故乡的少年人伫市场开店，为着要让大家会当用无同的角度来看故乡，所以就一寡店家用行踏甲活动的方式，搁一摆来认捌地方。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历史。所以，当在做导览的时候，事实上是把铺子的历史再介绍给大家。那当然，这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保护、珍惜这个地方。我较早细汉的时阵，就定定来市啊，迄阵咱是因为有亲戚住咧遮，我足介意这个市啊的气氛，我感觉伫遮会当互我一直想到我较早细汉伫遮佚佗的迄个感觉。
地方的少年辈提出创意的活动，请少年人来参与，望地方的文化会当一代传一代。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另外，伫美国加州有一个公司，伊是用石灰石来吸收二氧化碳。毋嘛讲到2035年的时阵，一吨会当减少10亿吨的二氧化碳。加州新创公司 Elm 将天然石灰石变做神奇的收集碳海绵，方法是先将石灰石碳酸钙带互喙高温烧，分解做二氧化碳甲氧化钙，二氧化碳封存伫涂骹底，氧化钙搁加水成做氢氧化钙，就变做吸附二氧化碳的粉啊，放伫薄薄的盘啊，对地组成条啊形，真紧就会甲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结合变回石灰石。虽然该需要几啊年完成的过程，只要3天就会当做到。平均每平方公尺会当去除50吨二氧化碳，而且重复同款的做法，就会当一直循环吸碳，将碳储存到土壳底，也是固化伫暗毛土中变作建材。Carbon removal is the closest thing we have to a time machine. What happens that limestone has a natural property that is thirsty for CO2 in the air. The problem is that it's kind of slow. What we do, what Heirloom is really about, is giving it superpowers so we can suck up more carbon than it would otherwise would. We can do it in 100 times faster. 业者表示，地球的石灰石含量充足、继续俗，而且土骹底会当储存碳的空间真大，会当容纳工业革命以来所谓超量排放的二氧化碳，所以石灰石收集碳是对抗气候变迁、减少碳排的有效方式。也设定到2035年，当年为大气中去除10亿吨二氧化碳的目标。It may be a drop in the ocean, but we need to massively scale carbon removal to billions of tons of CO2 to complement deep decarbonization.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says we need to remove somewhere in the billions of tons of CO2 removal per year. 不过也有人质疑，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低，直接收集碳，就像大海火箭，效率不如为工厂烟筒收集碳。另外，业者也面对石油甲天然气优势团体的剽窃控诉，因表示解决气候变迁无万年桥，只会当为拍破现状一步一脚印做起。公司新闻是非常平日。法国对明年开始，这个喷就要强制分开收啊！即马伫巴黎有一间公司为着要传行这样新的政策，伊是专工用马车出去载喷。伫巴黎市中心差不多8公里的城镇斯坦，有一只马油车慢慢行伫街路，引起民众的好奇。伊的头路都是收集居民的喷。2014年，法国要强制规定，喷是必要的粪扫分离项目。这喷可能被送入去焚化炉烧掉，或者是当作土地肥料用来让土地较肥。所以，这间回收公司才选择用吸纳的方式，让大家注意。Déjà, c'est écologique et c'est un moyen de communication et de sensibilisation. Parce que, en fait, du coup, quand les gens nous aperçoivent dans le quartier, en gros, ils nous regardent, ils se demandent tiens, pourquoi il y a un cheval, qu'est-ce qu'il fait ici, enfin, pourquoi il est là. Et c'est à ce moment-là, en fait, qu'on va expliquer aux gens qu'on collecte les déchets alimentaires pour les valoriser, qu'il y a des bornes dans le quartier où les gens peuvent apporter donc, leurs déchets alimentaires, donc qu'ils ont ce système-là parce qu'ils ne sont parfois pas au courant. 业者表示，用马车收喷的工作维持3年了，也已经看到明显的差别。有愈来愈多人开始了解回收的意义，佮加入回收喷的行列。法国是欧洲上早推出粪扫分类制度的国家之一。早伫1884年，巴黎政府就规定所有街路爱护公共粪扫桶，了后慢慢实行粪扫分类制度，而且法律规定，居民若无照粪扫分类来评的原则，会被罚钱。业者也表示，分类应该自细汉教起，会晓就袂凊彩浪费。公司新闻新闻配编辑。今仔日天气如何？天气报你知，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21到27度，中部地区20到30度，南部地区21到30度。东部地区21到20
度。外岛地区是21到27度。以上就是这则台记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